好食到令我2次 encore 嘅三文魚定食。即使排隊排咗個半鐘，都不減我對佢嘅喜愛。同場加映食到我懷疑人生嘅水果撻專門店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我喺今集最中意嘅餐廳啦。大家好，今日分享嘅餐廳位置位於金澤車站附近，主打各種嘅海鮮、刺身定食同海鮮檔，另外仲會有一啲具金澤特色嘅前菜小食同埋唔同嘅酒精飲品。我總共嚟咗2次，不過2次都係叫同一款定食。第一次嚟食嘅時候，大約係下午5點鐘，即時入座，無需等位。店內就大約坐咗80人左右。之後第2次返嚟食係平日嘅1點鐘左右，當時大約等咗30組客人，等到差唔多2點15分先可以入座。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嚟食嘅話呢，建議大約係5點左右嘅呢一啲鐘數，咁就應該唔需要排隊啦。今次令我就算排隊都要上嚟食嘅定食呢，就係呢一款三文魚定食。喺日本，三文魚都算係一款比較中價位嘅魚類。一般喺出邊食嘅三文魚定食，好似呢一款最普通嘅呢一個樣，都起碼最少要900 yen 至到1100 yen 嘅。而我今日嘅呢一個三文魚定食，除咗有一片熟嘅三文魚柳之外，仲有3件炸嘅三文魚鰭，同埋三文魚子親子丼。另外仲有3碟少少嘅日式前菜，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價錢真係非常之抵啊！味道方面，三文魚嘅油脂非常豐富，一個定食裏邊可以食到烤、炸同埋刺身3種唔同口味嘅三文魚，真係三文魚 lover 嘅最愛啊！另外呢一度嘅白飯可以自由選擇大、中、小同埋特小。白飯嘅質感唔會太軟，亦都唔會太黏，係我非常之中意嘅白飯質感。其實我2次嚟呢一間鋪頭身邊嘅人都多數係會叫有吉列嘅定食，又或者係海鮮檔嘅。但係好似呢一類型吉列嘅海鮮定食喺日本係比較常見，所以我自己就冇試啦。反而如果下次再食嘅話我會想試下佢哋嘅海鮮檔。之後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間食到我懷疑人生嘅水果撻專門店。我叫咗呢一款水果撻係草莓水果撻。呢一間鋪頭係以水果撻為主，另外仲會有少量嘅甜品蛋糕。不過我想講佢呢一度嘅水果撻係真係非常之甜，甜到我懷疑人生嘅程度。無論係撻底定係撻中間部分嘅蛋糕，都係非常之甜，簡直就有一種空口食砂糖嘅感覺。可能呢一種就係正式嘅西式甜品口味啦，但係我自己嘅話就麻麻地啦。試過1次就好，應該唔會再試第2次。建議如果係接受唔到太甜嘅朋友可以留返個 quota 去食其他。今日嘅影片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